想袂到咱主持人，听恁妈妈咧讲咧，生啊遮就要死啊！你吼，后摆啥嫁无红当害啊？想袂到咱做修行做到咱红啊这款型诶，唱甲抓袂掉呢。阿个歌个唱了赞。哎呀，是，怎么？哎呀，阿个水，阿个叫做纯情小百合。哎呀，有影。我真的是纯情小百合，我没骗你。哦，安怎讲？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秀的时候，我就很仰慕小哥，很喜欢听他的歌曲，然后听人家说他在后台蛮喜欢讲那个笑话的。然后啊，我们大家就坐在后台，那他也没有预警说他要开始讲笑话，我也不晓得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开始讲哦，越讲怎么一些女的都跑光了，只剩下我还临危不断那边，还一直笑，还讲有色的笑话，我还一直笑，不好意思走开。是不好意思啊。对啊。我当场咧讲讲咧喙角转播，想讲找到知音了。我是真的很。来介绍这位，在这个这张真水的白色的手卡呢，又个要介绍好听的歌曲，为您介绍这位。这个歌仔戏演得好，但是听到他唱的是流行的歌曲，还真是相当难得。我们欢迎陈雅兰带来她的唱片里的歌曲。透早落着大雨，天色转变乌，心情是起起落落，亲像地落雨。拜托莫来耽误青春少年路。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欢迎，唱这条歌。小哥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是现场的观众，听你唱歌，问候一声。谢谢，各位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；现场来宾，大家好。哎呀，都这样 ，Kiki 啊 ，Stan 啊，这个麦克风啊，就是为了配合你的这个你的到来。哎，对，谢谢。本来拿压了这支唱啊，陈雅兰这个歌里面特别精心设计，都这样看到。对，主谁真多呢？谢谢，因为以前闽南语歌曲给人家的感觉，都是静静啊，比较悲苦，那矮板一点。嘿，对，那这是配合我的个性，所以设计出这种歌，然后还有加一点舞蹈动作。哦，这动作是你自己设计，还是专人请人来给你指导？我刚刚讲，我以前讲比两支，我喜欢他呢。不一样，你唱这条歌呢，配合起来。好像刚刚呢，听台语歌又进入另外一种新的境界。谢谢。哎，真无简单咧，想袂到咱主持人，听恁妈妈咧讲咧，生啊遮就要死啊！你吼，后摆啥嫁无红当害啊？想袂到咱做修行做到咱红啊这款型诶，唱甲抓袂掉呢。阿个歌个唱了赞。哎呀，是，怎么？哎呀，阿个水，阿个叫做纯情小百合。哎呀，有影。我真的是纯情小百合，我没骗你。哦，安怎讲？你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秀的时候，我就很仰慕小哥，很喜欢听他的歌曲，然后听人家说他在后台蛮喜欢讲那个笑话的。然后啊，我们大家都坐在后台，那他也没有预警说他要开始讲笑话，我也不晓得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开始讲哦，越讲怎么一些女的都跑光了，只剩下我还临危不断那边，还一直笑，还讲有色的笑话，我还一直笑，不好意思走开。是不好意思啊。对啊。我当场咧讲讲咧喙角转播，想讲找到知音了。我是真的很纯情。哎呀，不过今天听了你的歌曲之外，几条闹搞，但是另外邀请您恭喜，因为跟你这个算是这个歌坛上啊，这个情歌对唱的一个新搭档、新的组合。对。等基于这个施文彬先生啊，对。伊甲这个真侪查某歌星拢捌合作过。对。甲你嘛是会使讲头一摆合作过啊。他出2张专辑，2张专辑我都跟他合唱。都有合过。对，包括我这张专辑我也跟他合唱。哎呀，个港公司的，算你是师姐还是师妹？我比他少岁啦。哦，你是师妹是吧？安尼马上来请你这个师兄出来，来献上我们的掌声来欢迎这个施文彬先生，来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哎。希望你留落来过一暝，不敢来讲出嘴，因为我爱你。今夜无风也无雨，窗外的天也无，月亮又光光来照着你的路。伊甲你细汉着大。厝边有爱无爱嘛是一年过一年，人讲起恁的代志，偏偏我拢听入耳。明知
知伤心啊，放予伊去自海水边，我人生一个痴情男儿，才会来断相思。我情是真心对你，无人可比。为爱不敢怨叹，甘苦也是甘愿，心内只有你一人。谢谢，欢迎欢迎，小哥好，小哥你好你好，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叫我的妈！啊，这个都介绍，你们把这两张客板拢把合作过了。对。哎呀，不容易，你们两位啊，你还是新人呐。对呀。你出来有时间并不算长啊。我算是小新人。那你们录的时候是一起录的，还是说一个先录完，另外一个尾营再过来录？一起录的。一起录。不到顶了。制作人有特意的帮我们培养默契。培养默契，对。哎呀，培养默契。对。博一个轨迹，还是开杠这样。啊，领导多大了？哎呦，这个有声音的。对的，我这边要讲。开杠节再开始录音。在跟他合唱之前，我才觉得奇怪，因为公司那个时候给我一个讯息说你要跟陈亚兰合唱。我在想奇怪，我以前看杨丽花的歌仔戏，我说奇怪，他是一个小生啊，在那个电视机里面就是唱一个非常像男生的那种感觉，不是这种声音跟我合唱的话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没头不要做成那个样子。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一进录音室以后，看到他本人，我觉得哎呀，跟我在印象中的他完全不一样。啊！本人你看多么清纯，那么妩媚。你是在唱歌觉得小生能唱清纯情小百合。我以前跟他作秀嘛奇怪，我想讲啊，歹势哈，拄则是歌戏做来，我来换一束衫，再过来小等礼服和您见面。我也做了观众席下看嘛，我等下主头一个这晚看到头，所以所有同事节目我也跟观众一样在看。一行出来穿一件礼服，我嘛行一个讲，拄则穿修身安尼，哎呦，稍微凉快一点的也是。就是也有另外一种味道。你的眼光好奇怪。没有，你身材其实很棒。我没有看过，虽然高挑，你没看过。没看过，我因为没跟他做过秀。啊，真的称得上应有尽有。真的吗？下一次注意一下。给他练这个女主角不多，只有你一位了。啊，那我们两个，这不是讲恁两个下唱，恁伊真快咯。我嘛袂使下底下咧打咧下，对吧？就是啊，那跟一条歌那三拢会得唱。选歌起来。有一首歌，这个是小哥的好朋友跟我合唱的。啊，我的好朋友。对，江蕙。啊。妈呀，那天后的歌我怎么敢唱？天后的歌啊。对呀，江蕙啊。没关系啊，你马上要当帝后。那呀。伤心酒店呢？伤心酒店啊，哎，他这个选的不错。只有我一个女的。你没呀？你都在唱那是现场的。也是不输有唱片的品质啊！我刚刚找对不对？选这首歌，女主角那1配2好了。好，那两个人想了多，像轮得上唱，那就主动来给搭上来。好啊，那伤心酒店，来，我们来合唱一首歌曲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吞巴来。哦，太久了。这个。哦，哎呀，这到了这里。